香港心理衛生會嘅同事，大家好，我係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黃敬瑞 Phyllis。近年我一直同會方合作喺機構內部推行正向行為支持 PBS 嘅計劃。今次嘅影片有3個嘅系列。系列1係會首先為大家簡單介紹一下咩係智障人士嘅需關注行為，同埋 PBS 嘅介入嘅重點。正向行為支持 Positive Behavioral Support PBS 其實又係咩呢？其實係一種介入嘅手法。當我哋嘅智障服務使用者出現一啲需關注行為之時，我哋係用一個正向嘅方法啦，去支持佢哋發展正面嘅替代行為，嚟到去表達佢哋自己內心嘅感受同埋需要。而其實 PBS 咧喺過往10多年已經喺國際上面有好多豐實嘅研究，而研究嘅結果亦都證明佢個成效。而呢一種嘅手法亦都好配合到機構以人為本嘅精神。需關注行為係指某個行為嘅強度、頻率或持續時間會影響到服務使用者佢自己啦，或者其他人嘅生活質素或者人身安全，而且可能會導致他人嘅厭惡同埋排斥。呢啲行為會持續同埋好頻密咁樣重複出現啦。而呢啲行為可能會包括自傷行為、攻擊行為、破壞性行為，同埋一啲不適當嘅社會行為。以往業界大家都會以一個慣常嘅角度去理解服務使用者嘅需關注行為，就好似個圖示咁樣。其實所有嘅原因都歸咎於服務使用者嘅個人嘅問題。大家或者會認為可能係服務使用者對於周遭環境嘅唔適應，所以出現呢一啲嘅偏差嘅表現。於是乎以往好多時個介入方法只係着重服務使用者自己要作出改變，直接去減少或者糾正呢啲嘅行為發生。但係我哋又會去諗下啦，以往用咗好多嘅方法但係又似乎唔奏效。我哋嘅服務使用者依然有好多嘅情緒嘅不穩啦，或者有好多一啲嘅唔恰當嘅行為令到大家好頭痕嘅。咁所以呢一啲嘅方法係咪真係奏效呢？嗰個效果一直都成疑。後來有 PBS 嘅發展，而 PBS 嘅角度係好不一樣。佢會認為其實我哋好多時服務使用者嗰個嘅需關注行為出現係由好多嘅因素導致或者影響嘅。呢啲嘅因素可能係本身佢個人嘅特質啦，可能佢受到藥物嘅影響啦，或者同我哋溝通嗰陣時其實佢自己有一啲嘅限制，又或者佢同我哋溝通咗，我哋又唔明白，咁所以嗰個人際嘅互動都會產生令到佢不安，又或者嗰個環境嘅刺激，例如我哋有一啲嘅服務使用者可能對光線啦，或者一啲嘅音響佢會特別過敏嘅。咁所以種種呢啲嘅因素都有機會影響咗佢哋有一啲嘅不恰當嘅行為產生。咁而 PBS 嘅角度亦都會考慮咗呢啲嘅唔同嘅因素之外亦都會係諗下其實好多時就係服務使用者可能佢內心有一啲嘅感受或者嘅需求佢表達唔到出嚟，佢話唔到俾我哋知，咁所以先至令到佢哋嗰個嘅情緒會有啲嘅不穩啦，又或者佢哋用咗一啲嘅唔恰當嘅方法去同我哋表達翻佢自己內心嘅感受。咁所以 PBS 嘅角度就係認為我哋嘅介入係提倡應該係以調整個環境啦，調整個人際互動，同埋揾一啲有效嘅溝通方法去支援翻服務使用者，亦都幫助服務使用者令到佢可以有更有效嘅表達內心感受同埋需要嘅方法嘅。因此從 PBS 嘅角度呢一啲嘅行為並唔係以往業界視之為行為問題，因為行為問題就好狹隘咁樣聚焦咗行為本身而忽略咗人與環境之間嘅互動關係，亦都唔係
挑戰我哋身邊嘅家人啦，或者同事一啲咁來者不善嘅一啲行為，而我哋會稱之為需關注嘅行為。原因咧就係 PBS 咧就會視呢啲行為咧係當事人嘅一種溝通方法，嚟到去表達佢自己嘅不安啦，或者一啲嘅需要。正正就係我哋咧需要加以關顧啦，去注意啦，同埋盡力咧咁樣去了解對方嗰個情況處境，從而作出一啲嘅適切嘅介入嘅。咁所以我哋就會咧將呢一啲嘅行為稱之為需關注行為。喺實施 PBS 之前咧，我會鼓勵同事可以首先檢視一下同埋調整一下自己嘅心態嘅，用開放嘅態度啦，保持探究嘅精神咧，去理解服務使用者呢一啲嘅行為。首先我哋可以問下自己，有關嘅行為係咪真係需要關注呢？同事有冇受到自己本身個人嘅標準啦，或者價值觀影響呢？例如喺宿舍，舍友咧可能中意喺大廳個梳化上邊咧動高嗰隻腳去睇電視嘅，咁會唔會有陣時同事就會覺得唔得啦，即係太粗魯啊，要放翻隻腳落嚟？咁但係我哋又會諗下，宿舍係佢哋屋企嚟嘅，喺屋企好放鬆咁樣睇電視，其實又係幾好啊。但可能同事就會覺得唔得，佢粗魯，同埋集體生活嘛，就應該要檢點啲咁。咁但係我哋又要諗下，我哋就喺自己屋企，我哋亦都好想放鬆啲，動高隻腳啦，甚至乎攤喺度去到睇電視啦。咁所以我都值得我哋去諗一諗，係咪需要服務使用者一定要去改變呢？第二點就係有關嘅行為係咪一定需要改變呢？咁例如啊譬如可能咧，服務使用者係中意儲一啲卡嘅，咁其實佢一路儲，如果佢儲少少，擺滿佢自己嘅櫃桶，其實有冇問題咧？我哋又會諗翻，其實我哋自己啦，或者我哋身邊嘅屋企人咧，都可能有自己一啲嘅喜好啦，咁吓，咁可能係中意儲郵票啦，中意儲一啲嘅閃卡啦，儲一啲嘅公仔啦，咁我哋其實都會尊重嘅。倒翻轉頭喺我哋嘅服務使用者嘅話，其實喺一個環境許可，佢唔影響他人嘅情況之下，佢有冇需要一定要去改變佢呢啲收集物件嘅習慣呢？第三啦，就係其實呢一啲嘅行為咧，係源於服務使用者本身自己啊，定係嚟自佢同其他人互動所引致嘅咧？咁，因為如果係佢同其他人或者同個環境互動所引致嘅話咧，其實改變嘅未必係佢自己咯，改變嘅可能係周遭嘅環境啦。咁所以咧，希望同事咧可以首先咧問自己呢三個問題，再去思考一下嘅。因此，我哋亦都會諗到咧，究竟適合 PBS 介入嘅行為係邊啲咧？咁又正如我啱啱舉過一啲嘅例子，咁可能其實咧係牽涉到一啲嘅規矩啦、禮貌啦，或者生活習慣呢一啲咧，都係屬於一啲嘅成長嘅期望嚟嘅。好多時我以往咧同同事做一啲嘅職員培訓啦，或者家長培訓嗰陣時咧，其實好多時咧家長都會提出有好多一啲嘅呢啲嘅情況咧，佢哋都好想仔女自己去改變。咁但係我哋又諗深一層，其實呢啲咧，其實同我哋所有人一樣嘅，唔關係咪智障朋友事啦。我哋自己嘅成長啦，或者我哋仔女嘅成長咧，其實都會慢慢去學習一啲嘅禮貌啦、規矩啦，去學習咧點樣同社會環境去配合啦咁。咁所以咧，如果呢一類嘅要求咧，其實係從細去學習嘅嚇，亦都可以係訂立一啲好細小嘅目標啦，逐少逐少咁樣去練習啦，同埋進步。所以喺呢一類關於成長期望上邊嘅一啲嘅行為咧，其實係唔需要咧用 PBS 嘅方式去介入嘅。另外可能係關乎咧個人特質嘅，可能係個人嘅好惡啦，又或者咧係一啲嘅自閉症光譜嘅服務使用者咧，佢哋好多時可能都會有一啲嘅重複性行為啦，或者一啲嘅固執行為。咁呢一啲嘅行為咧，其實亦都唔一定咧係用 PBS 嘅方式去介入嘅，因為呢一啲咧，我諗普遍喺我哋嘅智障朋友入邊咧，其實多多少少都會有呢啲係關乎佢哋自己個人特質嘅情況出現嘅。咁所以咧，
我哋好多時可能咧，本身同事自己咧係需要去接納佢哋係有呢一啲嘅特質啦，有一啲嘅固執行為啦。因為呢一啲咧唔係特別，我哋可以用好多方法或者用一啲藥物去扭轉晒過嚟嘅，可以改善。但係有啲嘅情況，佢哋都會維持有呢啲嘅行為嗰陣時咧，其實我哋可能係需要接納同埋轉變心境啦。當然，我哋亦都可以咧繼續係由唔同嘅專業團隊咧，繼續去緩衝或者去減低佢呢一啲嘅固執嘅行為咧對佢嘅影響嘅。好啦，去到最高嘅一層咧，就係一啲內在嘅需求啦。呢啲可以係一啲嘅身體嘅狀況嚇，心理嘅需求啦，或者身體嘅不適啦，又或者一啲心理嘅狀況，例如係個人嘅一啲安全感啦、愛與被愛啦、讚賞認同啦、一啲嘅自主感、歸屬感、勝任感，同埋一啲喜悅上面嘅需求。嗱，喺呢一啲嘅情況咧，我哋就會建議可以用 PBS 嘅方式咧，去幫我哋嘅服務使用者咧發展出佢哋一啲正向正面嘅一啲嘅表達方式嘅。跟住落嚟咧，我會簡單介紹一下 PBS 嘅實施步驟。其實有6個嘅。第一個咧就係同時可以同服務使用者啦，或者家人啦咁樣一齊咧去共同咁樣準備關於我事件簿。喺收集資料啦，同埋填寫呢個事件簿之後咧，其實可以幫助我哋咧更全面咁樣了解服務使用者佢嘅成長背景啦，佢一啲嘅個性啦，佢嘅好惡啦，佢嘅生活習慣啦咁。而呢一啲嘅資料咧，其實好幫到我哋咧之後嘅 PBS 嘅介入嘅。第二個步驟咧就係定義目標行為，可以具體同埋仔細咁樣描述翻需關注行為嘅情況。第三就係收集基線嘅行為數據啦，因為收集咗數據之後咧，我哋可以更客觀咁樣去了解翻目標行為嗰個出現嘅模式啦、次數啦，同埋咧可以去到第4個步驟就係話咧，運用翻 STAR 咧去評估呢個目標行為個出現嗰個情況係點嘅咧，係會關乎一啲嘅流程啊、環境因素啊，定係一啲人事嘅因素咧咁樣。咁所以咧就可以幫到我哋作出一啲嘅假設，有咗呢啲假設之後咧，就去到第5個步驟，就係釐定翻個人化嘅正向支持計劃啦，即係話嗰個介入啦。我哋可以就住個假設咧，再去諗下究竟嗰個介入咧係着重翻要調節個環境啊，定係要調整個人際互動嗰個方式啦，定係我哋同佢哋嘅溝通方法咧咁樣。咁呢一個嘅介入咧，可以幫到我哋個服務使用者咧，慢慢咁樣去建立翻咧一啲嘅正向嘅方法，去表達翻自己嘅需要啦。又或者咧，可以幫到同事咧，去更加敏感於周遭嘅環境，同埋我哋同佢嘅互動上邊咧，有邊啲地方可以更加正向去回應翻佢嗰個嘅需要，回應翻佢內在嘅需求啦。咁去到第6個步驟咧，就係我哋做咗個介入之後咧，我哋都需要持續咁樣去繼續收集呢啲嘅數據。個原因咧就係呢啲數據之後咧，我哋可以幫手去理解翻我哋介入之後咧嗰個嘅效果係點嘅。咁我哋都要持續咁樣去檢視啦。如果發現咧效果幾好喎，咁我哋咧就可以繼續咧實施落去，令到咧嗰個嘅行為嘅改善係更加理想啦咁。又或者如果效果麻麻嘅話咧，咁我哋就可以咧作出一啲嘅調整啦。關於實施步驟嘅細節，大家可以參考翻機構出版嘅《正向行為支持：智障成人服務發展與實務經驗分享》呢一本書，當中大家可以更加掌握到個中技巧。到呢度咧，系列1已經完成啦。咁我會鼓勵大家咧繼續睇系列2啦。系列2咧，我會同大家咧去簡單介紹翻需關注行為個評估同埋分析嘅方法嘅。到時再見啦，拜拜。